喂，你好。邊位啊？你好啊，先生，我哋呢邊係招商集團俾電話你，今次打俾你係想邀請你今個週末過嚟參加我哋廣州以及中山嘅房產考察團，全程2日1夜，提供餐餐以及酒店住宿，想約翻你今個週末過嚟參加我哋嘅團，你係幾個人過嚟？我哋喺羅湖口岸有樓巴接送。哦，好啊，貴姓啊？係咁嘅，先生，我姓李㗎。李生，係，我都係姓李喎。李生你好，李生，係咁噶，李生，我哋今個週末係全程係2日1夜嘅，一日只睇一個項目，第一日就係帶你去睇翻我哋廣州黃埔區呢邊嘅公寓項目，第二日係睇翻我哋中山西區呢邊嘅車位，咁我哋禮拜六會喺羅湖呢邊有樓巴接送，咁李生你係一個人過嚟定係2個人過嚟？哦，一個或者2個咋？冇第三、第四。咁你係諗住幾位過嚟？唔係，咁你得2個咋？好啊，咁先生李生你係幾位過嚟？咁我想問係咪唔可以多過2個啊？可以可以。可以最多幾多啊？咁你係幾多位過嚟？我梗係好多啦，你可以俾我幾多啊？有冇限額啊？冇限㗎，冇限㗎。無限㗎。咁我可唔可以包團㗎？可以可以。咁可以包團嘅。李生你先啦，拜拜。